讲到今年双十大典，伫今下晡进行彩排也开放观礼，其中这三军机队也安排去年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应援曲，用棒球来展现国家团结精神。另外，空军的雷虎小组伫今年换做用英国国旗了后，这是头一届大型公开演出。 双十大典雷虎小组冲场，今年换做国产的 AZT 用英国国旗。8日下晡，伫咧总统府头前有举办今年双十大典的彩排活动，有侪精彩的内容。 三军机队做出拍野球的模样，因为去年台湾野球伫咧世界12强的比赛得到冠军，特别选应援曲着做伙来结合表演。今年彩排嘛开放民众入来观赏，无需要申请证件。虽然天气真热，民众也是真热情来到现场感受气氛。 想说这边没有管制，然后很难得的机会啊。然后我女儿10月10号生日，所以就特别看她的生日的国庆。炸水来啉，啊，其他无法度啊，伤热。 双十大典也加入台湾多元的文化元素，除了客家和原住民的表演，也有中华大川国校的合唱团，特别准备高调的台语歌，服装顶面遥控在地的特产，满满的葡萄。大川国校表示，希望把台湾的武器、地方的特色，伫咧双十大典的舞台顶呈现给观众看。 台语是咱的母语，总共唱5首的台语老歌，月夜愁、黄昏的故乡。 山顶的鹅高兄、流浪的吉普赛姑娘跟水车姑娘。我奶奶妈教阮做的，来代表大村的代表物是葡萄。为着要配合双十大会活动，10月初10的时，总统府4区位啊拢有交通管制，民众若是要来到这附近，就要注意交通的资讯。记者陈阿选、桂林台北报道。